Hello，大家好，我係拆局達人，好耐冇同大家傾偈啦。咁咧就講翻姜濤。姜濤早兩日咧喺澳門舉行嘅 NBA 呢個中國賽上邊咧係獲邀為一個咧係表演嘅嘉賓。證明咗當日姜濤嘅表現咧，佢嘅魅力已經係超越咗舞台。咁咧就已經係去到呢個籃球場上。其實姜濤嘅球技咧唔係做出嚟㗎，亦都唔係咧係呢個 AI 視頻咧係剪片出嚟。佢係真係有佢嘅實力喺數以千計嘅觀眾面前咧，喺呢個國際超級球星嘅面前咧，佢毫不係怯場展現出佢咧係有呢個基礎嘅，同埋咧係有實力嘅球技。佢嘅球技其實唔係造作出嚟㗎，唔係假㗎，因為佢喺舊年咧2024年咧，同樣都係 NBA 嘅一個表演賽上邊咧，佢咧個人都咧係獨得咗13分㗎，亦都有咧係3分波入咗。咁咧佢嘅實力咧真係咧係由佢自己咧一貫以嚟咧打籃球咧所累積而成。姜濤最中意嘅運動大家知道就係籃球啦，咁所以佢咧一直咧都係同佢嘅一啲嘅好友啦喺維園喺其他嘅一啲街波上邊咧都咧係有打籃球，所以佢係唔簡單㗎。佢個球技係佢自己係苦練翻嚟，冇人教㗎。咁亦都咧佢係好虛心個學習，咁所以咧佢就係練得一身好本領咁雖然咧即係唔可以話係用職業籃球嗰個嘅標準去睇佢，喺業餘嘅水準嚟講咧，佢已經係好已經係一個好有水準嘅業餘嘅籃球員啦，我可以咁講。甚至乎咧可以連同咧其他娛樂界或者係呢個娛樂圈裏邊嘅一啲嘅中意打籃球嘅朋友咧組成一啲叫做咩明星籃球隊添咁得閒咧就去打下表演賽慈善活動咁咧係吸引咧係更多嘅人咧去參與一啲咧係有益嘅公益活動。姜濤嘅粉絲姜糖大部分大家知道好可能係偏向於女性，以姜濤今次或者係舊年嘅籃球場上嘅表現咧，其實令到一啲好喜愛籃球運動嘅一啲年青人甚至乎係男性都會咧被佢吸引咗㗎，成為佢嘅粉絲所以你唔好淨係講話姜濤嘅粉絲全部都係大媽，錯啦！佢而家嘅魅力已經係從舞台咧係超越出去即係去到咧係其他嘅地方籃球場上不乏係有男仔㗎，有呢一個咧係年青人㗎，咁所以我可以咁講，姜濤佢嘅粉絲咧將會係越嚟越多唔單止係女性係年青嘅呢個籃球迷都可能咧會係不斷咁樣係加入成為咗姜濤嘅粉絲。海報大師阮大勇先生今次又有更多嘅題材可以畫姜濤啦，就係咧籃球上邊嘅姜濤嘅形象又可以咧係多一個題材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阮大勇先生畫出嚟嘅姜濤咧就揸住個籃球喺籃板下邊咧係點樣上籃板球或者係好遠嘅距離射3分波呢啲咁樣嘅策劃咧真係好有趣唔單止咧係喺舞台上邊揸住個咪唱歌，呢啲嘅多元化嘅表現咧係令到咧姜糖或者係歌迷咧更加咧係即係更加開心，睇到都得呢個咧係會心微笑好，仲有就係如果姜濤咧同其他嘅
喜好籃球運動嘅明星一齊做一啲咩嘅籌款活動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慈善嘅活動咧，咁姜濤咧亦都可以帶隊咧去到一啲咁嘅地方咧係表演啊，咁更加咧係吸引到更多嘅人咧係嚟咧支持呢啲活動咧，係即係達到呢個籌款嘅呢個目的㗎。咁更加間接咁樣係推動咗咧香港嘅年青人咧係打籃球嘅熱潮㗎。呢個唔係誇張嘅，因為有好多嘅明星咧可以咧係引動到咧社會嘅一啲群眾咧去參與一啲活動。咁更加啦，而家姜濤已經有咁多嘅粉絲咧，如果佢係即係帶領呢個明星籃球隊啊喺呢個香港各個地方去表演推動呢個籃球運動咧，我相信又會令到香港嘅籃球運動咧係推上去一個好受歡迎嘅程度咧，達到一個咧巔峰㗎。所以我都可以建議姜糖或者係姜濤嘅後援會可以考慮一下咧，搞一啲係籃球賽邀請姜濤咧係嚟做呢個表演嘉賓。咁一方面咧可以咧係藉此咧去推動一啲慈善活動為一啲社會有需要嘅人士咧係籌款。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係搞，譬如好似大膽啲講就係姜濤杯嘅籃球公開賽咁咧去推動香港嘅籃球活動。呢啲都係咧用姜濤嘅魅力用姜濤嘅影響力咧去達到咧係慈善公益活動同埋咧係健康嘅籃球活動咁所以咧呢個係好值得大家去參考嘅。除咗打波之外姜濤仲加咧係獨唱咗幾首歌係包括咗有鏡中鏡啦，同埋咧係一號種子等等呢啲大家都熟悉嘅歌曲。佢唱歌嘅時候咧，仲有咧係勁舞，即係勁歌熱舞咁樣，哇！令到全場嘅氣氛咧嗨到爆姜濤所到之處咧，即係令人咧係刮目相看，好嘢姜濤。今次姜濤嘅表現咧，佢嘅魅力證明咗唔單止喺舞台上邊更加咧係有多元化咁去到咧係籃球場上邊咁所以無可否認，姜濤咧係一個多元化嘅藝人，唔單止識唱歌仲有咧係一身嘅運動嘅本能。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各位收睇，下次再見，拜拜。